期待咧，每一位青年朋友咧，不但可以秉持住樂觀積極嘅態度去繼續投入 B3呢個計劃，咁另外咧就可以更加將呢一份正能量咧移展到去你哋嘅生活裏邊啦。睇到即係在座各位同學們咧，即係你哋過去嘅努力咧，亦都參加咗一連串嘅豐富嘅活動咧，想必咧令到大家咧係已經建立到良好同埋均衡嘅生活習慣啦，同埋提升身心同埋精神健康。我哋會推出一個青年人才培養計劃，係希望咧提供更多嘅機會俾香港嘅年輕人啦，係讓佢哋追求夢想嘅。透過運動咧，其實亦都令到我自信心多咗啦，亦都接觸咗唔同嘅人，就發現原來個世界可以好大。我想透過運動去睇下自己可以喺呢條路走到有幾遠。喺服務其他人嘅時候，你都會察覺到自己其實係有啲咩可以利用到自己可能係自己我其實係一個社會科學嘅學生，點樣可以用翻自己嘅知識去幫翻人咧？